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连续杀人分尸的案件，是毋是有第4个人受害呢？因为有风声，讲嫌犯的小弟嘛失踪了。讲这个姓张的嫌犯排第3个，有2个兄哥一个小弟，大兄已经来过身，二兄联络到了，人平安。伊的小弟2年前因为毒品案被通缉，目前也未找到人。警方是来反驳着小弟受害的这个讲法，讲这个小弟过去捌甲嫌犯带做伙，兄弟啊感情真好，也毋过老厝边讲已经几啊年无看到人了。庐山昏头粗白白，目睭小可水水查甫人，因为毒品的案件去通缉，即马伊的身份公开遐，是高雄连环杀人案凶手张先生小弟。规件案件侦办无啥有进展，佮传出疑人毋知走去佗，怀疑是第4位被害者可能去害死。警察驳回这个讲法，讲疑人是因为毒品案去判关17年，毋过无到案去通缉，所以人才会失去联络。离婚了后吼，迄个太太出去啊，有2个囡仔带出去，伊也佫有伫遮，足侪年才毋捌看到，无这第4个迄阵也是拢原来住伫遮。因为伊的家甲和现场的凶手带共辉，也就是命案所在。来问厝边头尾，讲几啊年无看到伊出席，嘛讲兄弟的感情袂歹。现场凶手因兜包含伊，拢总有4位兄弟遐，伊排第3，因即下呢名内底拢有总1字。大兄已经过身，二兄找着人，人小弟是有毒品的前科。所以是走去外关市的对吧？知，毋知走，毋知走去倒位。人好好有安怎？你兄弟也袂啦？兄弟也无毋捌冤家。第3个、第4个拢做伙个。经起专案小组透露，看凶手因兜检判这段时间，敢若一个人住伫咧遮，到底去通缉小弟，甲命案敢有关系？虽然警察爱大家莫惊，会依法追捕，不过反正这嘛是破案关键的线索之一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